谢你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遇见你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在我们出生之前，在亘古之前，你就让我们能够知道，神你永远爱我们，主你永远爱我们，你永远不离弃我们。主啊，我们真是求你的爱，求你的圣灵充满在我们的当中，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今天，我们都能够感受到神你的同在。帮助我们能够舍弃的是
生命的一切，我呈现给你，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，唯有我的心，我唯一祷告，唯一的呼求，是你能悦纳我献上的全所有，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，来完成你旨意。我唯一祷告，唯一的呼求是主能悦纳我们献上的一切。我唯一祷告，唯一的呼求，是你能悦纳我献上的全所有，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，来完成你旨意。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。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，来完成你旨意。主啊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主，我们献上我们的心。主，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是我们想要抓住的，但我们却没有看见你永恒的家、永恒的盼望在你的手中。主，让我们在这个时候，在今天，我们能够做上一个决定，我们能够将我们生命主权交托在神你的手中。我们虽然不配，但是我们仍然求神来打碎我们，使我们成为你所合用的器皿，求你来使用我们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我们祷告不足的，让我们一起来用你教给我们的主祷文，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请坐。